了，他们的眉毛的上面的皱纹越来越多了。哇，然后讲了这样子，到最后他大概这样描述了大概我这样看下来，大概描述了快10分钟。所以现在每个同学，当我数到3的时候，你就去给你妈妈一个拥抱，1、2、3，然后呢就啪，哇，几万个学生就跑去拥抱他妈妈，然后就有的就跪下来，有的是没有妈妈就抱着爸爸就大家哭，哇，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他从头到尾他也不是说他是基督徒布道家，但是我很有趣的、很好奇的一件事情，为什么他的演讲完之后，大家都愿意哭呢？为什么大家都愿意？好像他的自己的妈妈，平常可能看到妈妈就是很拽啊，好看到妈妈就很不屑。为什么演讲完之后，他就去抱他的妈妈哭？我想也是好，神的某部分的真理彰显出来在人的心中。好，所以呢，可以看到自己本来的样子。好，但是圣灵的工作就是这样子，帮助我们悔改，帮助我们鉴察自己的心，看到自己的有限。所以，神要我们是专注在服侍的过程当中。你去跟人家在谈，你在帮助人改变的时候，你不要一直看说他为什么还不改变。哇，我已经为他祷告，我已经陪他读经这么久，为什么他还是这样？你只想看结果，但是神要你看的是过程，因为神在过程当中也在看你有没有忠心。你就想说，我可以给他3个礼拜，陪他3个礼拜时间，3个礼拜他如果不改变，我就走人。好，你也可以这样跟神祷告，跟神这样求。但是神要看你是在这3个礼拜当中，你是不是真的拿出你的忠心在服侍他。神要看的是你在这一段过程当中，是不是你真的尽力去做了。可能你结果好没有改变，但是神仍然要夸奖你。因为保罗他传福音传到最后，他有没有看到什么结果？保罗他这样3次去欧洲布道，他有没有看到哪一个国王悔改信主？看到哪一个君主他就改变？没有。到最后，他可能就在罗马抑郁而终，或是他在监牢里面被处死，他还没有看到那个结果。历世历代也是这样子，都没有看到结果。但是我们既然已经在这投入的过程当中，你今天也在教会的服事当中参加聚会，这个过程是你要努力的。所以，包括我们今天在这边聚会，在这边礼拜，我们也是要学习过程。我们要有祷告的心来预备，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并且尽力关注，将关注，把我的 care， 我的对你的 care 传给对方。好，你要让对方感受是我很 care 你，而不是让对方说我很 care 你。好，我要来杀了你。好，我是在 care， 我不是在 care。好，在你的回应，在你的眼神，这些好都在表明你是在关心他，你就会成功的。所以《使徒行传》20章说，保罗他这样说：“我向你们证明，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，罪不在我身，因为神的旨意，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。”保罗他面对他的弟兄姐妹，面对他教会的同伴，面对他所牧养的这些同学们，保罗说：“我不会避讳，我不会亏欠，因为神要我说的，我都忠心来传讲。”所以结论，靠神的帮助，我们可以学习说造就人的话，认真听对方说话，运用智慧的3个原则，还有用爱心说诚实话。所以这3个原则呢，就是要以神为中心，而且呢要快快的听，并且呢要运用属神的智慧。第二，我们要常常练习这些技巧。今天重点虽然只有3个，但是每个重点下面有5个的，还有1个到16个的。好，这么多的重点，我不晓得你会听进去哪一个，或是你会记住哪一个。但是都 OK， 没有关系，因为或许冲突在下礼拜，或许冲突是在你要运用是在5年之后，但是你把这些技巧记在心里面，向神祷告，神会帮助你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。第3，神要求神赐给我们有这种属天的智慧，这种属天的智慧你要跟神求，跟神祷告，所以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用温柔的心去帮助人，去挽回对方。好吧，我们这时候呢，我们就用这问题思考来当做我们的祷告。在这3个用爱心说诚实话3个原则，你有没有以福音为中心，或是你有没有真的学习倾听，或是你有没有再去用智慧来去解决问题？在这件事情上面，我们要跟神来祷告，说神啊，我跟你求这3件事情，
虽然今天牧师说了这么多，我抄这个讲义，我抄笔记抄的手都很酸，但是呢，我的心还是要跟你祷告，跟你祈求，让我能够有这样的能力，让我能够有这样子的技巧，去面对冲突，去解决冲突，不只是面对，而是我能够从被动到主动。4G，第一句荣耀神，第2句除去你眼中的梁木，第3句就是温柔。这个温柔从你的心里面发出来。当你预备好之后，第4句就是 go， 就可以走去和谈，可以去跟他握手，甚至你可以走去和他拥抱。好吧，我们一起为自己来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。主啊，我们要向你来献上我们的祷告。主啊，当我们自己看见在冲突当中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有时候会逃避，主啊，有时候我们会闪躲，主啊，有时候在冲突当中的时候，我们不愿意面对，主啊，甚至有时候我们会去扭曲，甚至会愤怒，主啊，会去引起更多的争执和冲突，主啊，但这不是你的心意，主啊，这不是基督徒该有的样式。主，求你帮助我，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帮助我们每个孩子，主啊，都能够在面对冲突的过程当中，学习来荣耀神，学习来除去自己眼中的梁木，学习能够用温柔的心来挽回关系，并且学习让我们能够走出去，去与对方面对面，去握手，去言谈，去拥抱，去寻求神荣耀神的道路。主，我们向你献上祷告，主，求你垂听我们祷告。在我们今天所学习用爱心说诚实话这3个原则当中，你是不是真的有领受神的爱心在你的里面？一个没有领受过爱的人，永远不知道怎样去爱别人。如果你的家庭、你的环境常常充满了仇恨，如果你成长的过程缺乏爱，如果在你的身边缺乏关怀、缺乏肯定，你可以向神求，向神祷告。因为神的爱永不改变，因为神的爱永不失误，因为神的爱是信实的，是长阔高深的，是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来隔绝。今天晚上你可以向神来求更多的爱，更多的爱在你的生命里。主啊，将耶稣基督的爱赐下来，让我在耶稣基督的里面，让耶稣基督也在我的里面。好不好？我邀请你把你的手按在你的心上，当我祷告一句的时候，你跟我这样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孩子来到你的面前，谢谢你爱我，我要向你求爱心，让我明白耶稣的爱，让我经历基督的爱，让我被神的爱所充满，被神的爱所浇灌，被神的爱所吸引，被神的爱所改变。我要打开我的心，敞开我的灵，向我天上的父发出祷告，发出恳求。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的爱，更多的爱浇灌下来，充满我，充满我的生命，让我的生命被基督完全的爱，完全的医治，完全的修复，完全的祝福，完全的改变。我要向你求另外一件事，给我爱的能力，让我愿意谦卑自己，让我不是只有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求你将爱的大能、圣灵的能力赐给我，
让我可以去爱别人，去关心别人，去祝福别人，去拥抱别人，让圣灵的能力催逼我，充满我，更多的充满。谢谢赞美主耶稣。这时候你可以为你自己的心再一次来向神祷告，求神按照你心里面的感动来向神说话，向着耶稣来祷告。主啊，主啊，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，再一次向主来恳求，向主来祷告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在主你的爱当中，主啊，将你的爱赐给我们，主啊，将你的爱浇灌给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里面，你也在我们里面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常常在耶稣基督里面。哈利路亚。